家里今晚大家平安，平安。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奇妙神，我们跟我们左右的说，我们有一个伟大奇妙神。是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曾经使瞎眼看见，瘸腿人行走，在今天他一样要做新事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。圣灵宝贵心在我们当
邀请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来到我们的聚会里面，我们一起邀请他，我们用这首歌来邀请他。圣灵，请你来，充满在这里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地经历。圣灵，请你来，改变我心意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尊崇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圣灵，请你来，圣灵，请你来，充满在这里，充满在这里。我们渴望更认识你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地经历。圣灵，请你来，请你来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心意，开我的眼睛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主啊，请你呼求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尊崇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信心降临，信心降临来，求我关心，求我爱心，我恩帮来亲吻你，我恩帮来亲吻你，跟他你满里，信心降临来，改变我的心，让我看你，让我听你主爱你的声音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我求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着你的同在，你才宝贵师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再次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谢谢你赐给我们那清洁的心，能够来到你的至圣所。主啊，赦免我们这一群罪人，因为我们蒙受你的恩典，有时候我们却不满足。主，改变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让我们能够再次经历你的同在，回到那起初的爱，回到那起初跟你的立约。
是我的救赎者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从今时，从现在，神仍然活着。当我们在迷失的时候，当我们在遇见事情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再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说主啊，我愿意，我要，请你帮助我？还是我们仍然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？神他说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轻省的。让我们再次经历神的同在，再一次的不再依靠自己，因为神才是我们最大的帮助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救赎主活着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正义路。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
我一定可以，而且我愿意。请咱起立，咱做伙来吟信息第47首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